好，弟兄姊妹，我哋開始今日嘅聚會啊。以西結書第11章嗱，咁咧今次咧就有25節嘅，啊係算係長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冇咁多時間嚟到重温翻之前啊，主要第8章咧9同埋10以往嗰3章，因為咧8章至到11章咧其實係一個單元嚟嘅。4章聖經咧好多讀經嘅人咧，就將佢歸納係一個大嘅標題，就叫聖殿異象啊。咁咧，我哋已經聖殿異象嚟到第4個階段或者第四次啦。咁亦都係最後嘅一次。每一次咧，我哋都有一個不同嘅標題啊。咁呢一次嘅標題咧，就係天路客的小聖所咁咧，個標題就係咧跟翻11章裡面嘅嗰個內容，其中一點咧最振奮人心嘅就係咧，雖然以色列人似乎係被擄，似乎係失去佢哋嘅家園，甚至佢哋係不在耶路撒冷聖殿亦都係將要被毀咁但係咧，佢哋得到一個好寶貴嘅神嘅應許，就係咧佢呢位神本來住喺耶路撒冷，住喺佢嘅聖殿嘅裏面喺呢班流散嘅以色列人佢哋喺巴比倫喺異地冇聖殿嘅時候咧，神自己話我暫時作你哋嘅聖所咁咧，所以咧我哋個標題就係咧呢度有一個聖所你可以話係一個流動嘅聖所可以話咧係一個咧另類嘅聖所咁甚至咧，你可以話咧，佢係人格化咗將呢位耶和華自己嘅聖殿佢人格化咗佢就係嗰個聖所好啦，嗱咁咧，我哋今天咧就我哋快啲嘅嚟到講下25節聖經咁咧，我哋有幾張圖咧其實係有4幅圖嘅。咁咧，我哋之前喺第8、第9、第10章嘅時候咧都講過，不過咧我哋唔再重複啦咁咧，大家可以咧翻去睇一睇。嗱，咁咧我預先講定一樣嘢先呢啲圖咧有時我哋係喺即係唔同嘅源頭嗰度攞嚟啦。咁咧好多大致上咧都係正確嘅，咁但係咧有時咧唔同嘅讀經嘅人佢哋咧有唔同嘅睇法，咁咧有唔同嘅領會，所以咧好多時候咧特別係嗰啲位置咧未必一定係完全相符嘅咁咧大家要睇嘅時候咧就小心啲唔好咧當正係一張圖就係一個完全係對晒噶啦，未必會係嘅咁咧我先講呢一樣嘢俾大家聽先啦。咁呢個咧就係第一張圖，就係講到第8章裏面咧主要嗰喺以西結喺異象裏面看見聖殿嘅4個可憎嘅場景簡而言之咧就係偶像偶像竟然咧係喺神嘅嗰個聖殿嘅裏面咁咧呢個咧係導致神咧要離開佢嘅聖殿神嘅離開就亦都係同時啟動咗咧第9章裏面嗰6個滅命天使嘅嗰個滅命嘅行動係屠城咁咧第9章裏面講到咧呢個耶路撒冷承受審判咧，其實係經由一位第8章，但係喺第8章裏面咧嗰個畫記號嘅嗰個好似做民事工作嘅天使佢分別咗一啲咧義人咧，簡單嚟講咁咧佢哋係免受審判，而咧其他嗰6個滅命嘅天使咧就進行咧殺戮嘅工作咁咧第9章裏面咧就話俾我哋聽咧呢個行動咧發出啦咁咧
而真正做嘅時候咧，就係嗰一位第七位天使係穿住細麻布嘅嗰位天使咧佢由一個畫記號分別二人保存性命嘅天使，佢換上另外一個嘅工作，就係咧佢伸手喺嗰個基路柏戰車裏面咧個旋轉嘅輪子裏面咧攞出火嚟咧就撒喺耶路撒冷城，咁咧其實就係象徵住咧耶路撒冷將會係被焚咁咧所有呢啲由6個滅命嘅天使所表徵嘅屠殺啦，以及第9章裏面第7位天使所表達嘅嗰個將炭火撒喺城裏面呢個焚燒咧，全部都係喺異象裏面看見嘅。喺實際嘅情景裏面咧，喺大概係4年至5年之後咧，耶路撒冷城就要被敵人就係巴比倫人咧，係真正嘅咁樣嚟到屠殺與及焚城咁咧我哋睇下呢個咧就係第一張圖，就係講到第8章裏面嗰4個嘅可怕或者係可厭嘅偶像嘅情景嗱呢一個第9章咧就講咧，我哋睇到咧有6個滅命嘅天使加埋一個嗰位嚟到打記號嘅穿細麻衣嘅天使佢哋要執行神嘅吩咐好啦嗱呢一次咧就係我哋上一章或者第9章第10章我哋都看見呢一個東西咧就係咧一個用圖像嚟到表示咧就係嗰個嘅基路柏戰車咁樣4個基路柏即係咧托住嗰個神嘅寶座喺上面咁咧而咧亦都喺佢哋每一個基路柏嘅旁邊有一個旋轉嘅輪子咁依一位嘅穿住細麻衣嘅天使咧佢現在嘅新嘅工作就係咧要喺呢個旋轉嘅輪裏面咧嚟到取火，然後將個炭火咧就撒喺耶路撒冷城嗰度咁咧呢個就係第9章裏面嗱上一次咧我哋亦都有呢一章咧就係咧講到咧其實神嘅榮耀咧就要離開佢嘅聖殿噶啦咁咧我哋咧可以回頭你哋翻去咧自己重溫一下嗰個嘅我哋上次有講到啦，神咧離開佢嘅聖殿咧，神嘅榮耀離開佢嘅聖殿咧，又係有好幾個步驟嘅你可以話咧佢係顯示出一種咧依依不捨嘅情況咁咧我哋睇呢一張圖咧嗱。呢一張圖咧就係咧，大家要對當時嘅聖殿我哋有一啲基本嘅認識啦，佢個坐向嗱呢一張圖所表達嘅咧就係咧所羅門嘅聖殿咁咧所羅門嘅聖殿咧，到以西結寫呢一章聖經嘅時候咧，寫呢第8至到11呢一個單元嘅聖經嘅時候咧。佢還有5至到6年度咧，呢個聖殿咧就要被毀噶啦咁咧從此就會消失噶啦取而代之嘅咧就係到主耶穌嘅時代咧咁咧我哋就會見到另外一個聖殿嗰個有一個重建嘅殿咁嗰個咧就係叫做希律嘅殿咁但係咧從來喺聖經裏面咧，重要嘅就有2個神嘅居所第一個咧就係摩西所建嘅會幕，而咧第二個就係所羅門所建嘅聖殿咁咧我哋現在讀以西結書咧到40至到48章咧，我哋會睇到咧一個新嘅聖殿但係到我哋往後先就講嗰度現在我哋咧嚟睇咧，仲呢個所謂嘅所羅門嘅殿就係以西結咧，佢好熟悉嘅聖殿咁咧佢喺異象裏面就係被帶到耶路撒冷睇
睇到聖殿裏面嘅事情嚇。嗱咁咧，我哋嘅焦點咧就放喺呢一個長方形嘅裏面嚇。呢個長方形咧，狹義嚟講咧，就係叫做聖殿或者耶和華嘅殿啊。而咧廣義嚟講咧，整個地區整個範圍都係叫做耶和華嘅殿。嗱，咁咧我哋咧就要小心讀經嘅時候咧，不論你係讀邊一卷舊約嘅聖經咁咧講到聖殿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有咁嘅概念喺度嗱，呢一個我哋叫做咧通常我哋叫呢個咧就叫聖所呢個長方框咧就叫聖所咁咧我哋集中睇嘅咧就係咧，其實最成個以色列人嘅嗰個焦點全部咧佢哋敬拜嘅重心咧就係喺呢個小嘅正方形嘅裏面咁咧呢一個咧就叫至聖所咁咧所有嘅事情咧都喺嗰度咧係開始嘅神就係所謂啦居住喺呢一個嘅至聖所嘅裏面佢嘅寶座就係呢個我哋叫做一個寶座室至聖所就叫做寶座室。咁咧佢就係坐喺二基路伯上面嘅二基路伯座下邊嗰個咧就叫佢嗰個就叫呢一個座位咧就叫施恩座又叫寶座。下邊其實佢係一個蓋嚟嘅蓋住嘅咧就係嗰個叫約櫃就係整個以色列民族咧從出埃及一路到現在以西結咧講緊嘅佢哋咧就係喺呢接近2000年裏面咧佢哋就係咧常嘅就係咧最寶貴嘅咧就係呢一個嘅約櫃咁咧第一咧就係咧神嘅榮耀本來就係喺呢個至聖所嘅裏面咁咧而咧出邊呢一個聖所啦，跟住咧我哋睇到第10章11章咧，我哋見到咧因着有我哋睇見以西結看見嗰個聖殿嘅異象啦4個可憎嘅偶像嘅敬拜場景咁咧神咧就有佢嘅行動，就要離開佢嘅呢一個居所啦離開呢一個座位啦。咁咧，佢離開呢個座位係分幾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咧，就係咧，佢由1呢度咧就去到2，咁咧呢個咧就係我哋所講嘅嗰個門檻啦，就係殿嘅門檻，然後咧喺嗰度咧，佢唔係即刻飄離，而係咧喺上一章第10章裏面咧，我哋見到咧，佢係先會坐上呢個基路伯嘅戰車上面嘅寶座咁咧呢個位置咧就叫做喺殿嘅右邊點樣分左右嘅咧？永遠都係咧向住東嚟到面向東右手邊咧就係邊度就係南啦南方咧或就係咧一個人面向東嘅時候咧，就係佢嘅右手邊永遠分左右咧就係咁分嘅咁所以第3咧，佢就係由呢個門檻嗰度咧升上去呢個寶座戰車嗰度中間咧我哋見到佢用啲字係停甚至咧去到今天我哋要或者甚至咧係盤旋即係咧佢係有一種唔係好情願依依不捨嘅情況咧嚟到進行每一個離開嘅步驟嗱到今天咧我哋就會或者上一次其實我哋都已經見到噶啦第10章裏面咧我哋都見到咧佢係會咧去到呢個我哋所謂嘅第4個階段嗰度咧就係咧出門啦呢個殿嘅進入呢個聖殿啦呢個整體嚟講個聖殿嘅入口嗰度喺東面嘅嗱咁咧今天咧我哋就會見到咧佢咧係會東向橄欖山而去。橄欖山咧就係喺城
耶路撒冷城嘅東面。嗱，咁咧我哋唔多講橄欖山啦，我哋好清楚知道咧主耶穌喺地上面嘅時候，不論佢嘅受死嗰段時間，以及佢復活預備升天嘅時候咧，都同橄欖山好大關聯嘅嚇。嗱，咁咧我哋見到呢個咧簡圖咧，睇到1、2、3、4、5，大概嚟講咧就係咧耶和華嘅榮耀點樣離開佢嘅聖殿，而咧一路向坐住佢嘅基路伯戰車一路嘅向住橄欖山嘅方向而去，跟住咧從此就停咗講究竟佢嘅所在喺邊度咁咧我哋會知道咧，當時寫以西結嘅時候係主前嘅592年咁咧大概係5至6年之後咧，耶路撒冷城就被攻破，聖殿係被巴比倫人咧係焚毀咗噶啦咁咧一直喺到幾耐神嘅榮耀先翻嚟咧，我哋冇講到，但係咧以西結書喺第40章至到48章裏面，特別係43章已經講到咧耶和華嘅榮耀咧係要翻嚟佢翻嚟嘅方向咧，亦都係從東面翻嚟嘅。佢喺邊個方向離去，亦都係咧從邊一個方向一路翻一路進回歸到佢自己嘅至聖佢嘅聖殿嘅裏面嗱咁咧，我哋就有一個印象所有叫做聖殿嘅咧大意廣義嚟講咧就係呢一個位置而咧。所謂聖所咧，有時咧亦都係共用，就係咧呢一個亦都係叫聖所嘅咁咧有啲嘅合意嚟講咧，呢一個至聖所出面咧又叫聖所嗱咁大家咧要有個咁樣嘅印象喺度嗱咁我哋花咗成10幾分鐘嚟到講呢一個咁俾大家咧認識到咧或者有個概念，究竟咧成個以西結異象裏面，或者係咧常常提到嘅嗰個神嘅聖殿聖所今天所提到嘅聖所係講咩嘢一個聖所簡單嚟講咧，就係咧以色列人嘅呢一個殿啦呢一個聖殿啦OK 嗱咁我哋開始啦嗱呢一章咧合共25節，分兩段嘅。第一段咧就係1至13節，1至13節咧最重要嘅嗰個概念就係你有兩個字一個就係鍋，一個就係肉以當時嘅人佢哋咧煮肉嘅時候咧，就將佢放喺一個鍋削裏面而咧呢個鍋就由被火嚟到燒嘅時候咧，佢哋通常嘅肉咧就係水煮肉嘅，將啲肉倒啲水落去，就喺個鍋嗰度咧嚟到煮熟佢咁咧，所以咧呢第頭嗰13節咧個標題就係鍋與肉嗱咁咧我哋讀呢啲以色列人嘅嗰啲烹煮嘅器具嘅時候咧，我哋要有少少嗰個概念就係咧肉喺鍋裏面煮咧，唔係代表咧，好似我哋中國人所想嘅咧所講嘅就係肉喺鍋裏面煮就即係話咧一路係喺裏面嚟到受煎熬佢哋比較唔係用咁嘅意思嘅，佢嘅意思就係咧呢個肉佢喺個鍋裏面咧係受到保護嘅。係免受咧好多啲出邊啲蛇蟲鼠蟻牲畜嚟到咧意圖嚟到污染呢嚿肉或者係吃呢塊肉嘅咁咧所以咧肉喺鍋中咧嗰個意思就係咧佢哋係好安全嘅嗱咁咧但係咧呢個咁嘅我哋所謂嘅預象咧亦都唔係咧每一次都係咁樣解嘅不過咧喺呢一章裏面咧，我哋咧就知道佢嘅意思咧就係
咁樣嚟到去理解先知就係咁樣嚟到表達即係話咧安全穩妥不受攻擊免受好多嘅攪擾，就係咧好似一塊上好嘅肉放喺鍋裏面受到保存一樣嗱咁咧我哋就知道咧呢一13節裏面咧有3次出現呢一個配對嘅鍋與肉咁咧我哋就睇啦嗱去到異象嘅我哋叫呢個做結束篇啦第11章就係以西結聖殿異象嘅最後一個啦佢咧就再次講到咧靈就係咧耶和華嘅靈，就好似一個嘅運輸嘅工具一樣將以西結舉起，帶到耶和華殿向東的東門咁咧，我哋剛才睇到咧，而家咧就已經係去到邊度咧以西結係去到咧臨嗰個殿嘅東面嘅門啦，唔係最初邊嗰個喎係去到殿向東嘅門咁咧我哋咧睇下咧，殿向東嘅門咧就係呢個位啦或者係大概呢個位度啦呢個位置度啦嗱呢個咧就係個祭壇嚟嘅嗱咁咧佢話看啦，在門口有25個人咁咧呢25個人係咧咩人咧？好多人咧就將佢咧配對翻咧第8章裏面所講嘅嗰個25個人喺度咧拜日頭嗱咁咧呢25個人咧不是那25個人，不同嘅喺第8章裏面咧所講嘅係約25個人，現在呢度講到咧係整齊嘅25個人咁咧佢哋喺東門嗰度殿向東嘅東門做緊啲咩嘢咧？佢哋不是拜偶像佢哋反為咧係喺度咧，你可以話開緊一個咧佢哋嘅內政嘅會議啦，我姑且咁樣講咁佢哋做緊啲咩嘢咧？佢話我見在他們中間有民間的首領咁咧民間嘅首領咧另一個翻譯就係咧有百姓嘅領袖即係話咧佢哋呢班人咧係喺記住呢個係喺耶路撒冷嘅咁咧呢一班人咧，我哋叫佢哋做咧一啲新興嘅貴族階層點解咧？因為耶路撒冷或者係猶大國咧，經歷過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嘅喺主前606年嘅第一次嘅擊敗佢哋啦然後597年嘅第二次圍城啦咁咧就已經將佢哋咧好多特別係第二次597年嘅時候咧，將耶路撒冷或者係猶大國裏面咧好多嘅嗰啲包括邊個咧？約雅斤王啦、皇太后啦、嗰啲政府嘅官員啦包括一啲祭司啦其中就有以西結喺度接近咧1萬多嘅人咧，就將佢哋咧全部擄到去巴比倫。所以點解以西結咧係喺加巴魯河邊嗰度咧居住喺提勒亞畢嗰個嘅難民營嗰度咧，向呢班被擄嘅猶大人嚟到傳講神嘅神諭咁咧留翻喺耶路撒冷城裏面嘅咧，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咧就刻意將一啲貧窮嘅比較係冇專長嘅冇學識嘅一班少數嘅人咧就留喺嗰度留翻喺耶路撒冷度就冇攻陷個城咁咧就喺嗰度咧亦都立咗一個王喺嗰度咁咧嗰個王咧就係咧叫做西底家西底家咧係喺主前597年，即係咧以西結
以及約雅斤王被擄嘅嗰年咧，一路就喺嗰度咧有11年作王咁咧係一個傀儡王，又或者咧以色列人咧視佢，特別係以西結咧鄙視佢為咧一個攝政王，一個咧被巴比倫擺喺嗰度嘅傀儡王佢喺嗰度咧作王做咗11年完全係一個黑暗嘅時期離棄神嘅律法喺嗰度咧唔聽先知嘅話語耶利米仲係留喺嗰度嘅當時咁咧喺西底家王嘅呢個內閣裏面咧，就係有一班咧我哋叫做新興嘅貴族呢一班人咧，本來我哋都知道啦，佢哋係一班出身係並不高尚嘅人但係咧因緣際會咧，佢哋咧竟然可以坐到一啲管理治國家嘅嗰啲階層嗰度咁咧佢哋喺政治內政外交宗教甚至係喺軍事嘅謀略方面咧，佢哋都係一班重要嘅人物咁咧呢25個人咧裏面咧作領袖嘅咧就係呢個民間嘅首領叫做押朔嘅兒子亞撒利亞呢個亞撒利亞咧就不同於第8章裏面嘅嗰個亞撒利亞嗰個叫沙番的兒子亞撒利亞嗰個咧就係咧望族嚟嘅但係咧呢度嘅亞撒利亞咧係另外一個人嚟嘅另外一個與喺25個人中間以西結係認識嘅咧就係叫做比拿雅比拿雅嘅兒子比拉提咁咧我哋見到其實有2個人喺度一個就叫亞撒利亞，就係呢個啦佢嘅意思就係咧耶和華垂聽，我哋知道啦，呢一個第8章裏面我哋已經講過啦咁咧比拿雅嘅意思咧就係耶和華建立嘅兒子，比拉提就係咧耶和華拯救嗱咁呢啲名字咧喺當時咧係好普遍嘅，因為每一個人咧都有一個極虔誠嘅心願或者係願望，就係咧希望喺呢啲國難嘅時候咧，耶和華能夠咧建立佢哋，拯救佢哋，幫助佢哋，垂聽佢哋嘅禱告咁所以咧，我用紅筆畫咗呢個比拿雅的兒子比拉提咧，就係咧，因為佢會喺第13節裏面咧係再出現嘅咁一頭一尾第1節以及13節咧出現呢一個比拿雅的兒子比拉提咁咧係一個嘅好重要嘅信息好啦嗱，第2節咧佢話他對我說，即係咧耶和華就對以西結說啦，人子咁咧我哋知道咧呢個係開始一個新嘅小單元嘅時候佢就稱呼佢人子呢個係人子就係咧喺以西結書裏面93次出現嘅一個名號以西結就係咧喺神面前就係一個咧受造嘅人類一個人嘅兒子，人嘅後裔這就是圖謀罪孽的人，在這城中給人設惡謀。呢25個人，其中咧包括佢哋嘅2位領袖神用2個詞嚟到定格咗佢哋。第一就係咧，佢哋係圖謀罪孽嘅即係話咧呢一班人咧係一班咧行罪孽嘅人咁咧第11章咧唔係講到嗰啲禮儀敬拜用偶像嚟到褻瀆聖殿嘅人，現在咧係講到咧因着整個嘅以色列人，特別係嗰啲民間嘅首領佢哋冇作一個好嘅榜樣全民敬拜假神咁導致咧佢哋全民特別係呢啲首領咧係帶頭嚟到行惡，行嘅惡事係咩嘢咧？就係咧呢度所講嘅圖謀罪孽，以及在這城中給人設惡謀，即係話咧佢哋係一班嘅好似好似
為人哋定計出謀略咁樣嘅人，但係咧就係要嚟咧壓迫呢個殘害自己嘅同胞，嗰一啲咧比佢哋咧更窮困更冇資源更係咧不能保護自己，留喺耶路撒冷城嘅貧窮人裏面嘅貧窮人咁咧，我哋見到咧呢個第二節咧，神一定格咗佢哋咁樣咧，我哋就知道咧，其實耶路撒冷城現在嘅光景就係咧一班惡人、小人喺度咧管治住，喺度帶領住呢個剩餘嘅人佢哋還要面對喺主前588年，即係咧4年後咧，巴比倫人就要嚟圍城啦嗱，咁咧嗰啲風聲咧，應該就已經傳咗去耶路撒冷，亦都喺提勒亞畢嗰度，即係咧被擄人嘅巴比倫嘅集中營嗰度咧，佢哋都知道嘅聽聞呢啲風聲噶啦。所以點解第8章咧去見以西結嘅呢個猶大嘅長老就係咧，佢哋去向以西結去查詢去諮詢以西結，希望佢能夠俾到一啲從神嘅答覆俾佢哋咧耶路撒冷前景如何咧被擄已經係接近5年啦究竟我哋幾時可以翻到去歸回耶路撒冷咧但係咧現在亦都係傳到咁嘅風聲，就係咧耶路撒冷係將要再面對圍城啦嗱，咁咧呢班人咧，呢班嘅民間嘅首領咧，佢哋咧應該係知道嘅但係佢哋點樣喺度商討咧？點樣喺度大家開呢個內政嘅會議咧？第3節佢話：他們說蓋房屋的時候尚未臨近，這城是窩，我們是肉嗱。咁咧第3節咧好難解嘅。咁究竟係乜嘢事嚟嘅咧？有2個嘅讀法，一個咧就係蓋房屋嘅時候尚未臨近，係一個陳述句即係咧係確定嘅句子就係話咧未近，唔需要咁嘅時間嚟到蓋房屋，仲未係時候蓋房屋第2個讀法咧就係咧問句嚟嘅，難道蓋房屋嘅時候尚未臨近嗎？意思就係話咧，應該係時候蓋房屋噶啦嗱，2種嘅讀法咧，其實咧佢個最主要嘅意思係咩嘢咧？就係話咧，大家可以放心我哋雖然聽到呢啲風聲係有圍城但係咧唔需要擔心嘅。學好多外國人啦 ，Don't worry， 唔使無需憂慮無需嚟到時候嚟到蓋房仲未到嘅簡單嚟講就係咁樣樣嗱仲有一個大嘅環境、大嘅圖畫喺背後咧，我哋冇時間講嘅。喺耶路撒冷城咧，當時咧耶利米仲喺度嘅整個城咧係有一股嘅風氣喺度就係咧充斥住一啲假先知嚟到向耶路撒冷城嘅人咧，呢啲猶大嘅留喺城裏面嘅人咧嚟到講一個咧好動聽嘅一個嘅所謂嘅預言，就係話咧神唔會容許耶路撒冷，唔會容許聖殿係被攻擊嘅，佢一定去保護佢哋被擄嘅人咧去咗咧，好快就會歸回噶啦咁咧，所以咧當時耶利米咧就獨力喺度咧抗衡呢一種咁嘅假先知所講嘅動聽嘅言語，佢話俾佢哋聽，你哋係要
將要面對咩咧？就係尼布甲尼撒王嘅軛，即係咧你哋會受，係你要負軛嘅啊！去咗被擄去巴比倫嘅人咧，佢哋反為咧係一啲嘅叫做好無花果啊，即係佢哋係有福噶。留翻喺耶路撒冷城嗰啲咧就叫做壞無花果，即係佢哋要面對嘅就係咧，將來呢個城係要被毀噶，聖殿係會被毀噶。嗱咁咧，大家聽一聽咧，究竟邊一種嘅預言啊，邊一種嘅言語係好聽啲嘅咧？啊，耶利米講嗰啲當然係被人排斥啦，專係講一啲惡兆。專係講一啲咧叫人沮喪嘅言語及不上嗰啲假先知講嘅。好短時間我哋就會得救噶啦，神唔會容許佢嘅聖所，唔會容許佢嘅聖城，唔會容許佢咧呢個地係受到外邦人侵犯噶。正正就係呢一班嘅叫做圖謀罪孽，以及咧設惡謀嘅人咧，佢哋嘅嗰種心態就咁樣啦。佢哋話咧好安全噶，這城是窩，我們說肉，我哋好似一啲上好嘅肉喺一個窩裏面係不怕攻擊嘅。第4節，所以咧耶和華就會佢話人子因此你當說預言，當說預言攻擊他們。嗱咁咧呢度咧一個雙重命令。話俾以西結聽，你要向佢哋發預言呢個預言咧係要嚟攻擊佢哋嘅。佢哋係存住一個咧叫做空虛亦都係咧自欺人嘅一啲嘅願望一啲嘅盼望喺度，就係咧城不會破，我哋冇危險嘅，冇問題噶啦。嗱咁咧繼續啦，第5節咧，佢話耶和華嘅靈降在我身上，他對我說：你當說耶和華如此說。嗱咁咧，我哋就見到好多嘅呢啲嘅公式啦，又話如此說咁咧呢個就叫做咧言語事件嘅公式啦，佢話以色列家，你們口中所說的，心裏所想的，我都知道。呢個以色列家咧係針對住前面所講嘅呢25個人，特別係嗰個亞撒尼亞以及咧比拉提所領導嘅呢一啲內閣嘅班子佢哋口中所講嘅，剛才嗰啲咁嘅咁自負嘅話語啦，咁好似咧甜言蜜語啦，對嗰啲耶路撒冷嘅嗰啲百姓嚟講咁咧佢哋嘅心靈裏面所想嘅咧，其實就係嗰啲嘅惡事嗰啲嘅罪孽惡謀神話我都知道。第6節，你們在這城中殺人增多，使被殺的人充滿街道。就翻去咧耶路撒冷或者猶大人呢個剩餘嘅人咧，佢哋嗰個最令到神係憤慨嘅事情，拜偶像一種假敬拜褻瀆佢嘅殿，污染咗佢嘅殿，而咧從呢啲假敬拜出嚟嘅呢啲道德嘅淪亡咧，凸顯咗喺咧佢哋司法制度上面嘅嗰種濫權嗰種嘅犧牲人嘅性命將嗰啲冇能力保護自己嘅人咧嚟到剝奪甚至係司法上面嘅流血叫呢一座城咧變為一座咧係好多被謀殺嘅人充滿咗整個街道。所以第七節咧，神就對佢哋咧有一個嘅我哋叫做咧反論題第7至到12節咧，乜嘢係反論題咧？就係咧呢一班人講咧平安嘅，我哋係呢個城係窩，我哋係嗰啲上好嘅肉我哋冇問題嘅，受保護嘅，耶路撒冷城係不破嘅第7
至到12節合共6節經文咧，就係一種反呢一種講論嘅一個嘅神諭喺度佢話咧，主耶和華如此說佢話你們棄置在城中被殺的人，即係話咧，佢哋係濫用佢哋嘅司法制度嚟到叫好多人流血被殺，然後將佢哋嘅屍首就棄置喺城。我哋知道呢一個當然係一個圖像啦以西結喺異象裏面聽到呢啲啦，睇到呢啲啦，亦都係咧表現咗咧當時整個耶路撒冷城咧就係充滿咗咁樣嘅不義不公嘅事情佢話你哋以為你哋話自己係嗰啲上好嘅肉，我話俾你哋聽第7節，我反你哋嘅嗰個論題就係咧，嗰啲真正被你哋迫害嘅嗰啲窮人義人咧，佢哋才係肉應該佢哋就係咧才係嗰啲咧削好嘅肉嚟㗎。佢話咧，這城就是窩呢個城咧係應該就係一個窩嚟嘅，不可保護嘅，唔係你哋佢話你們佢要從其中被帶出去，你哋唔係喺窩裏面嘅肉，你哋係咧要從窩裏面係被帶出去，帶出邊度咧？其實呢個術語咧，被帶出去即係話咧被扔出城外嘅被黏出去城外嘅棄置出城外嘅，因着你哋嘅嗰種不義第8節佢話你們怕刀劍，我必使刀劍臨到你們，這是主耶和華的神諭嗱咁咧呢個咧係好嚴重嘅講到咧好嚴肅嘅話俾你哋聽咧，你哋怕嘅係刀劍，你哋以為個城係窩，你哋係就係喺窩裏面受保護嘅肉，我話俾你哋聽，你哋係要出去被帶出去呢個係一個神聖嘅被動式係被意思就係咧被神帶出去出邊扔出去出城外面扔出個窩外邊刀劍就要臨到你哋啦。第9節佢話我必從這城中帶你們出去啦，咁咧所以變翻一個神聖嘅主動啦就話咧帶你哋出去嘅就係我外邦人巴比倫人不過係我嘅器皿嚟嘅啫我嘅工具嚟嘅啫真正喺背後行使呢個主權嘅係我嘅主意，係我嘅行動，將你哋交喺外邦人嘅手中或者係交喺陌生人嘅手中且要在你們中間施行審判咁咧呢個咧係往後嘅2、3節聖經裏面咧第一次提到咧係審判佢哋好啦，第10節佢話你們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嘅境界審判你們，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嗱。我哋咧睇一睇乜嘢係以色列嘅境界咧？佢嘅意思咧好明確嘅表明咧，佢哋遭遇審判遭受到刀劍嘅殺戮，不是在以色列以外，佢哋受審判正正就係在以色列嘅境界裏面嚟到受審判嘅第11節再提第3個配對窩與肉啦，佢話這城必不作你們的窩重申呢度。咁咧第10節咧就係咧嗰個我哋叫做反論題7至到12節裏面嘅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咧就係第11節開始再重申係咩嘢咧？佢話這城必不作你們的窩，你們也不作其中的肉不要虛心妄想，你哋會受到保護喺呢個城裏面嘅，你哋不會佢話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審判你們，第2次提到咁咧我哋就要睇一睇啦，乜嘢係喺以色列嘅境界嚟到審判呢一班咁嘅圖謀罪孽即係設惡謀嘅人呢點樣呢班魚肉自己同胞嘅呢一班管治嘅人呢嗱我哋睇下咧，到588年嘅時候咧，巴比倫王就圍城啦。588年就係現在嘅4年後
呢個聖殿異象嘅4年之後咧，圍城就歷史上面發生啦。耶路撒冷咧就被圍啦。2年之後，即係咧大家都要知道嘅嗰個586年，主前586年，即係距離現在以西結嘅聖殿異象咧，係大概5至到6年之後咧，城就被攻破啦。咁咧，我哋睇列王記下25章啊，同埋耶利米書52章就好清楚交代咧，佢哋嘅遭遇係咩嘢咧？城破咗，當時嘅傀儡王西底家，佢咧就嚟化妝喺一班嘅親兵護衛之下咧，一路逃出咗耶路撒冷城，走到去邊度咧？走到去以色列嘅好北嘅地方，但係都還係在以色列嘅境界內嘅，就喺一個地方叫做利比拉，以色列嘅北邊差唔多係邊界嗰度嚟噶啦。佢就被尼布甲尼撒王圍捕咗。呢一班人就圍捕咗喺利比拉。咁咧，利比拉事件咧，完全就係咧呢個西底家王咧，佢作為尼布甲尼撒立嘅傀儡王但係咧佢又喺當時耶利米講得好，耶利米書講得好清楚啊。當時咧喺猶大國裏面咧，耶路撒冷裏面咧係有2種嘅幫門兩派人喺度嘅。一派人咧就係咧我哋叫做咧支持巴比倫嘅，即係咧支持投降俾巴比倫嘅。呢個就係耶利米嘅信息影響到嘅嗰一班人。佢哋知道咧，聽到先知耶利米講咧，呢個就係神嘅心意嚟嘅。你哋要順服喺巴比倫嘅軛下。另外一邊咧就係我哋叫做一班愛國者咁咧佢哋咧就反巴比倫嘅。佢哋咧就企圖咧依靠住南方嘅古國埃及咁咧嚟到敵擋巴比倫，反巴比倫嘅軛。所以咧呢個西底家王當時咧佢咧就連同埋推羅亞捫喺以東嘅影響之下咧，佢哋就與尼布甲尼撒去造反背叛巴比倫王。所以尼布甲尼撒咧係就係好憤怒佢咧就要喺588年咧就發動攻擊圍城，並且咧係要屠城咁現在咧喺利比拉圍捕咗呢個西底家同埋佢嘅嗰班隨從之下咧，就喺嗰度咧擊殺佢。但係咧要殺呢班人之前咧，先喺西底家嘅面前咧殺晒佢嘅眾子然後咧將西底家嘅眼挖咗出嚟嘅嗰對眼挖咗出嚟，再用銅鏈咧綁住，好似一個牲畜咁樣咧帶佢翻去巴比倫。我哋知道咧，佢當然咧不久佢就會死喺巴比倫噶啦。而咧喺巴比倫嘅正式嘅嗰個猶大嘅王咧，還係約雅斤，佢仲係與以西結一同嘅喺597年嘅時候咧，被尼布甲尼撒就係將佢哋擄到去嗰度，反為咧佢哋喺嗰度咧就變成一班咧係受保護嘅人咁咧，所以11節呢度所講嘅咧，佢話你哋呢一班圖謀嚟到所謂愛國敵擋巴比倫，依靠埃及嘅人咧喺度發一啲咁樂觀嘅一啲嘅言語一啲咁自負嘅言語話咧我哋係平安嘅，承作我哋嘅窩，我哋係其中上等嘅肉佢哋忘記咗佢哋嘅出身，不過係一班貧窮嘅人佢哋就現在咧變成一班新嘅貴族喺度好啦，第12節咧，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呢個識別公式咧連續2次出現咧第10節、12節出現咧，話俾我哋聽咧，當呢啲審判當呢啲嘅災禍臨到呢一班咁樂觀嘅人抱住一個虛空嘅盼望嘅人，無
根據嘅盼望嘅時候嘅人咧，佢哋就要喺呢啲面對住刀劍啊死亡嘅時候咧，佢哋就要對耶和華咧佢嘅作為佢嘅身份有一個咧新嘅認識佢哋所背叛嘅，現在佢哋真正嘅知道佢係一位點樣大能何等聖潔有能嘅一位神好啦。第12節咧講出嗰個原因係咩嘢咧？佢話你們沒有遵行我嘅律例，也沒有隨從我嘅典章，卻隨從你們四圍列國嘅惡典章咁咧呢個咧翻去之前嘅好幾章嘅聖經啦，第8章第7章話俾我哋聽咧，以色列人佢哋一向嘅問題，導致佢哋亡國被擄被圍被放逐到世界各地，原因係咩咧？就係冇遵從神嘅話語，反為咧去遵從外邦人嘅嗰種嘅風俗異教大家聽起嚟嘅時候咧，好可悲。一班咧有一個咁寶貴聖約嘅俾佢哋嘅律例典章，本來好似申命記所講嘅，係好多外邦人羨慕要得卻得不到嘅好似我哋一樣，我哋全部有神嗰個咁神聖嘅話語咁公義嘅教導叫我哋做一班正直人以色列人本來都係咁樣樣嘅，就會蒙福但係咧佢哋咧冇讓呢啲咁高尚嘅咁公義嘅話語典章律例作為佢哋人生行事嘅嗰個指南，卻係咧反為隨從嗰啲咧拜偶像行好多拜偶像嘅時候有嘅嗰啲淫邪嘅事情嗰啲嘅風俗與佢哋共一同侍奉呢啲咁嘅污穢嘅偶像嘅反為咧就跟從咗佢哋咁咧呢個就係佢哋遭受到咁樣懲罰嘅原因13節咧一件好可怕嘅事佢話以西結話我正說預言嘅時候，比拿雅嘅兒子比拉提死了呢個好諷刺嘅，成個名嘅意思就係咧耶和華建立嘅兒子耶和華拯救嘅呢個兒子咧係死咗即係話咧你呢班人咧全部都係存住一啲咧冇根據嘅盼望全部咧因着你哋咧呢個表裏不一外邊就話遵守神嘅律法，裏面咧卻係咧一班咧行圖謀罪孽、設惡謀嘅人，所以咧呢度咧係一個我哋叫做咧好似象徵一個咧記號式嘅，又或者咧好似一個你可以話咧好似落咗訂金一個押金咁樣樣以西結所傳嘅神預就係用一個咁嘅代表人物，一個民間嘅首領嘅猝死嚟到做一個記號，嚟到做一個印證，就係話咧我所講嘅預言係真係從神而嚟嘅咁咧我哋就好奇怪啦好多嘅問題喺呢度啦。比拿雅係點樣死嘅咧？喺呢度佢係喺異象中死咗定實際上真係講緊預言嘅時候，遠在接近800里幾900公里嗰度耶路撒冷嘅嗰個民間領袖比拿雅就死咗咧？我哋唔知道，不過咧好大可能咧係以西結講呢個預言嘅時候咧，佢就喺呢個嘅離雲嘅時候，又或者係就見到咧耶路撒冷嘅比拿雅咧嘅兒子比拉提咧就死亡咗啦咁咧
翻到去嘅時候咧，佢當時好震驚啊！佢話：於是我念服在地，大聲呼叫說：啊，主耶和華你要將以色列剩下嘅人滅絕淨盡麼？佢睇到神係真正嘅審判噶啦。但係咧，比拿喺異象裏面喺遠方嘅耶路撒冷嘅兒子，佢嘅兒子比拉提咧係死亡而可能咧以西結喺翻呢個異象完咗之後，佢報告翻俾坐喺佢面前嗰啲猶大長老，即係第8章嗰班長老聽，耶路撒冷嘅比拉提係猝死咗啦，因為佢行惡咁咧。佢哋嗰班連同以西結在內嗰啲嘅長老聽到呢個預言啦，呢件事情咧應該都好震撼嘅但係事情係咪真係發生咧？可能咧好隔一段時間之內咧佢哋常常同耶路撒冷係還有通訊噶，大家記住耶利米書話俾我哋聽咧可能咧耶路撒冷已經傳嚟個消息，就係話俾佢哋聽咧，其中一個內閣嘅首領比拉提咧係死亡咗啦咁咧經過呢一段時間之後咧，猶大或者被擄嘅人，連同埋可能以色列嗰啲剩餘嘅人咧，就真正知道咧以西結係先知啦咁我哋咧係用咁嘅睇法好啦，第二段咧呢個流動嘅聖所14節開始我哋好快講。佢話耶和華嘅話臨到我有好多人咧話呢一段咧呢12節或者係14章，特別係至到21節啦14節至到21節咧呢8節經文咧係一個咧突破嚟嘅。以西結書到現在咧，我哋先至真真正正咧睇到一啲咧安慰嘅話語一啲嘅祝福嘅話語一啲叫我哋咧裏面得到激勵嘅話佢去15節佢話咩咧？人子嗱咁咧開始第二個單元啦，第二個小單元啦。佢話咧耶路撒冷嘅居民咁咧，我哋跟住睇到嘅咧開始嘅咧對你的弟兄一路去到咧，這地是賜給我們為業呢度咧係引句嚟嘅，係引咩人講嘅咧？係喺耶路撒冷剩低喺嗰度嘅人，佢哋咧當時仲係風平浪靜嘅還係特別係咧嗰啲民間嘅首領，就係咧剛才第一節裏面咧講嗰25個人所代表嘅嗰啲民間嘅首領內閣嘅成員社會上面嘅現在嘅新興嘅權貴佢哋講啲咩嘢咧佢哋咧引導咗整個耶路撒冷剩低喺嗰度嘅居民話咩嘢咧？佢話咧你哋對耶路撒冷呢啲居民點樣講咧？佢話對你嘅弟兄，對以西結嘅弟兄你嘅弟兄兩次提到你嘅弟兄咁咧，我哋就分啦。呢度咧有3類人喺度嘅嗰班耶路撒冷嘅人咧，佢哋發一個咁嘅講法，就係話咧，你哋呢啲被擄喺巴比倫嘅人就係咧以西結自己嘅核心家庭佢嘅血親第一種。第二種咧就係你的親屬，你的親屬咧就係咧佢嘅延伸嘅家庭，即係話直譯咧就係咧你買贖嘅人咁咩叫買贖嘅人咧？路德記裏面所講嘅波亞斯就係呢一種咁樣嘅身份，對住拿俄米以及路德就係一個咁嘅身份，佢係有咁樣嘅相當嘅義務，以及咧佢係有咁樣嘅能力，係佢咧買贖佢嘅一啲延伸嘅家庭成員嘅咁咧呢個咧就係第二類啦。第三類咧就係擴大到咧以色列嘅全家，即係話咧耶路撒冷呢班人咧講一啲咧囂張嘅話語一啲咧貶低被擄嘅人嘅話語，就係話咧，你哋被擄咗啦，你哋係嗰啲咁嘅壞嘅無花果你哋係咧不入流嘅嗰啲次等嘅肉嗰啲殘渣而已嘅啫所以咧
對耶路撒冷嘅居民就對咧以西結嘅內圍，佢嘅血親啦，佢嘅核心嘅家庭成員啦，佢嘅買贖嘅延伸嘅家庭成員啦，甚至咧到最後咧就係全個宗族啦，就係全個以色列嘅全家即係話咧擴大晒啦，所有你哋呢啲被擄嘅人就用一句叫做咧大眾就係對大眾，就係所有嘅人啦講咩嘢咧？佢哋諷刺佢哋，恥笑佢哋。佢話：你們遠離耶和華吧，這地是賜給我們為業的。佢哋嘅講論有兩個特點。第一個就係話咧，你哋已經由於你哋已經係被擄遠離咗耶路撒冷，遠離咗呢個巴勒斯坦地，呢個迦南美地你哋係一班咧你哋咁嘅遭遇就表現咗你哋係一班咧被神懲罰落喺審判裏面嘅人嚟噶。現在咧呢個地我哋所處嘅呢個聖地就係乜嘢神賜俾我哋噶，為業的就係我們的就係我哋嘅產業嚟噶啦。嗱，咁大家咧咀嚼下呢對呢個引句咧，我哋就知道咧，當時耶路撒冷城裏面嗰啲剩低嘅人咧，其實係喺鄙視緊嗰啲被擄嘅人被擄嘅人咧受緊嘅咧，你可以話咧係雙重嘅痛苦悲哀。第一，佢哋已經係被擄遠離咗佢哋嘅家；第二，佢哋係被佢哋嘅同胞係恥笑撇棄嘅喺以色列人嘅觀念裏面神、地與及百姓咧係一個關聯嚟嘅。一班百姓離開咗佢哋嗰個神俾佢哋嘅聖地，就等同於離開咗神噶啦咁咧，所有呢啲喺外邦嘅人，莫講722年被亞述滅咗嘅10個支派嘅北國以色列，就算現在喺嗰1萬多嘅喺巴比倫被擄嘅連帶約雅斤王以西結所有呢啲嘅人咧，全部都係咩喺耶路撒冷現在嘅居民嚟到睇或者係嗰25個嘅首領嚟到講佢哋都係乜嘢佢哋都係一班咧神已經撇棄咗嘅人嚟噶啦。佢哋所以點解佢哋唔係個鍋裏面嘅肉咧？呢班被擄嘅人不是鍋中嘅美肉嚟噶，佢哋先至係好啦，16節咧16節咧就係咧神俾以西結嘅一個我哋叫做咧一個駁斥一個反駁佢哋嘅，就係話咧你不用擔心。佢話因此你當說我哋見到第一個因此喺咁樣嘅攻擊恥笑鄙棄之嘅大前提之下咧，佢話因此你當說，以西結你當說，耶和華如此說耶和華所講嘅先至算得數。一錘定音，我雖將他們遠遠遷移到列國中，雖和本冇翻到呢個雖嘅，雖將他們分散在列邦的地上。嗱，呢度咧有兩個子句，呢兩個子句咧話俾我哋聽，被擄嘅人佢哋兩種嘅情況。第一種咧，佢哋就遠遠遷離到列國，離開咗耶路撒冷裏面嘅猶大國噶啦，佢哋係無國嘅人嚟嘅。第二個子句就係話咧，雖然將佢哋分散喺列邦嘅地上係離開咗嗰個所謂嘅聖地嗱，我哋留意完全係神做嘅，神係嗰個主動作事嘅人嚟嘅，佢就係嗰個第一因嚟但係咧，佢話我還要在他們所到列邦的地上咁咧，和本冇翻到呢
下邊間住呢個字，在哪裏？希伯來文就係 Sam， 即係話咧強調正正就係喺呢啲外邦人嘅地上面啊，我係要站作他們的聖所。嗱咁咧，我哋咧用紅筆寫出呢個站字。嗱咁咧就係我哋今堂嘅第11章嘅標題啊，其中一個解釋。嗱呢個咧有3個層面嚟到解嘅，大家可以用筆記一記又得，點都得嚇。站係一個希伯來字叫 mihat 嚇，佢咧第一個嘅解法咧，第一種嘅用法咧，就係咧喺呢度用嘅啊，呢度用嘅就係咧啊時間上面啊，我暫時喺呢段被擄期，佢哋冇咗啊呢個地，冇咗呢個國，特別係冇咗呢個聖殿啊，唔緊要，喺呢段嘅時間裏面，我哋唔知幾時啊，原來一數合共幾多年啦已經啊。合共到1948年佢哋復國啊，597年佢哋被啦啊，到586年電都冇埋啦，經過2000幾年嘅時候咧，佢哋復國啦嚇。嗱喺呢度呢個站係時間上面嘅，第一。第二個解法咧，就係咧一個形容詞嚟嘅嚇，形容咩嘢咧？係作佢哋嘅一個小聖所啊，所以有啲翻譯咧係叫小聖所嘅啊。時間上面咧係暫時喺被擄時間啊，作佢哋嘅聖所。嗰個大小方面咧啊，冇咗嗰個咁所羅門所見咁華美啊，咁偉大嘅嗰個聖所，但係咧唔緊要。我係作佢哋一個流動嘅小聖所。嗱，第三個意思咧可以合共解嘅就係咧喺程度上面啊，即係話咧我某程度上或者我暫且我姑且作佢哋嘅聖所，即係話咧唔緊要嘅，你哋冇呢啲咧唔緊要嘅，你哋有我與你同行啊，就係嗰個聖所嚟噶啦。嗱咁咧我哋記住呢樣，我冇時間再多講啦。嗱17節佢話因此第二個因此咯。嗱咁17去到20節咧有4節嘅經文咧，又係一個叫反論題嘅啊。咁係反咩嘢咧？啊嗱17節就反駁翻咧第15節裏面咧嗰種流行喺耶路撒冷嘅嗰個咁嘅扭曲咗嘅嗰種講法啊。其實咧15節裏面咧嗰啲人咧就係點啊？我充公咗呢班被擄嘅人啊，其實就係我哋嘅弟兄，我哋嘅同胞，充公咗佢哋嘅地，佢哋嘅產業噶啦啊！佢哋唔會翻嚟噶啦，佢哋一路就係被遺棄喺外邦噶啦，喺陌生人嘅地方噶啦，喺巴比倫噶，我哋先至現在係神揀選咗承受呢個地、承受呢個產業嘅人嚟噶。嗱咁啦，17節咧就開始講呢個反論題啦嚇。咁咧有好幾個新嘅破格嘅，又或者咧係喺我哋第16節咧已經咧喺整個舊約裏面咧係冇一個平衡嘅經文咧係講咧神係暫且作佢哋嘅小聖所冇任何平衡嘅經文嘅。唯一我哋可以揾到嘅咧就係翻到嚟新約啦，去到嚟新約啦啊！主耶穌喺約翰福音第2章裏面所講咧，佢話你哋拆毀這殿啊，就係咧一種咧人格化咗，將自己當作嗰個殿咁樣嚟講噶啦。又或者咧近少少嘅咧就係約翰福音應該係第4章啊，當主耶穌遇見嗰個撒瑪利亞婦人嘅時候咧佢就話咧人敬拜神咧，唔係喺邊座山，喺邊座山，唔係喺耶路撒冷，亦都唔係喺撒瑪。最重要嘅係咩啊？喺你哋嘅
心靈裏面嚟到敬拜好啦，嗱，現在咧，我哋睇下第17節佢話咩咧？佢因此你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從萬民中招聚你們，曾分散的列國之地地內聚集你們，又要將以色列地賜給你們。咁咧，我哋睇到第一樣嘢咧，有人叫咧第17節咧一個新嘅出埃及。點解咧？新嘅出埃及就係咧，我哋睇到一路咧我哋講咧地呢個地全部咧都係咧好冷漠無感情嘅地嗰個字 arid 嗰個字而咧現在咧出現咗一個叫以色列地咧就係叫做 Emet Israel， 就係咧一個好親切嘅一個名稱嚟嘅就係咧以色列屬於以色列嘅地咁咧第17節就係咧話俾我哋聽咧，佢哋呢班被擄嘅人，佢哋有一個盼望，佢哋會有咩咧？會有一個新嘅出埃及第18節佢話咧，他們必到哪裏？又係到哪裏啦？同16節裏面我間住嘅嗰個在哪裏一樣，就係 Sam 就喺嗰度，喺嗰度。呢一度係邊度咧？現在翻去以色列地啦，有一天佢哋翻去啦。我哋見到咧，真係有一天佢哋翻去啦。也必從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和一切可厭的物。咁咧呢一段話語咧，有第一個就係一個應許，應許就係第17節，第18節咧就係一個提醒嘅話。當呢班被擄回歸得翻去以色列地嘅人咧，佢哋要真係被提醒不要再重犯唔好再有嗰啲可憎可厭嘅偶像嘅物啦好啦，第19節咧就係咧一路去到20節嘅時候咧，就係咧我哋叫做一個新約咁咧呢個咧亦都係一個救恩神諭嚟嘅。佢嘅話語咧，佢嘅用字咧係好貼近咧耶利米書31章嘅咁咧佢話咩咧？我要賜他們專一的心我本話合一的心。咁咧所以有人理解以為合一的心就係以色列與及猶大合一啦，不是的。專一的心咧就係咧就係一個咩心咧？係一個完整嘅心，係一個不分的心即係咧唔會分心去愛耶和華以外，敬拜耶和華以外嘅神嘅係專一嚟到敬拜侍奉佢嘅第一，佢話也要賜新靈在他們裏面，神俾佢哋嘅禮物。第二樣咧除咗上面咧講地之外咧以色列地之外咧現在另外一個禮物就係咧一個新心一個新靈又在同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呢個石心係剛硬頑梗嘅，又賜給他們肉心，就係咧柔軟可塑嘅一個心。咁大家數一數嗰啲刺咁你就知道啦咁咧第20節咧，佢話使他們遵行我的律例，謹守我的典章，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特別最後嗰兩句咧，我哋叫做一個立約公式咁咧，所以咧你就會見到咧喺17節、18、19、20節咧，起碼有幾樣嘢就係咩嘢咧？第一個咧就係佢哋會有一個新嘅出埃及。第二有一個新嘅地。第三個佢哋會有一個新嘅約。呢個新嘅約咧係咩嘢咧？係包括新心啦、新靈啦包括一個新嘅關係咧，就係佢哋要作神嘅子民，神要作佢哋嘅神好啦，咁咧第21節咧就係除咗17節嘅嗰個應許、18節嘅嗰個提醒之外咧，21節咧就係一個警告。
就算係呢一班現在得着呢個應許嘅人，佢哋有盼望嘅人，有一天佢哋翻回佢哋嘅嗰個以色列地之後咧，佢哋甚至會得到呢個新約之後咧，呢個警告就係咩咧？就係咧，至於那些心中遵行可憎之物，心中遵行可厭之物的，你可以話咧，呢個包括現在喺被擄之地聽到呢個盼望神諭嘅呢一班遺民，亦都包括咧現在係身處耶路撒冷嗰一班咧，心中仲係存緊呢啲咁可憎可厭之物嗰種敬拜行惡事謀惡事嘅呢班人包括晒佢哋一個咁嘅警告就係話咧，我必照他們所行的報應在他們頭上最後咧用一個咁樣嘅公式嚟到結語就係咧，這是主耶和華的神諭。好啦，嗱最後咧22至25節咧，我哋真係就係睇到咧神真正嘅離開係咩咧？佢話於是眾基路伯展開翅膀，輪子都在他們旁邊，在他們以上及高處。我哋講過啦，係神喺度盤旋喺上面有以色列神嘅榮耀咁咧我哋見到咧我哋睇翻嗰張圖，我哋知道咧現在佢哋已經係點已經咧係從東嘅嗰個東門嗰度咧嚟到向東嘅東門嗰度咧離開啦，向住東面嘅嗰座山又話嘅榮耀從城中上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上，就係橄欖山啦。靈將我舉起，在異象中藉着神的靈將我帶進迦勒底地。呢個好累贅嘅呢個講法，但係咧呢個就係咧先知嘅嗰個言論咧，仔仔細細嘅話俾我哋聽咧現在咧異象就去到尾聲啦最後見到嘅咧就係停泊喺聖殿內院嘅東門嘅嗰座基路伯戰車咧，現在開始新嘅一個旅程啦。就係咧，盛載住以色列嘅神嘅榮耀咧，就向住東面嘅嗰座山係移去啦而咧現在咧佢以西結咧就被靈帶翻去迦勒底地啦，又再回神啦回魂啦就見翻坐喺佢面前嗰啲猶大嘅長老啦，第8章嘅第1節嗰度啦咁咧我所見嘅異象就離我上升去了，嗰5隻字咧異象就離我嗰5隻字嘅意思就係咧佢就從嗰種嘅異象嘅世界裏面回歸到咧現實嘅世界裏面25節，我便將耶和華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說給被擄的人聽呢一個咧係一個叫做救恩神諭所有嘅受眾就係嗰班喺被擄之地嘅喺巴比倫喺加巴魯河邊看見異象，然後咧現在就喺呢個地方話翻俾佢哋聽呢班被擄嘅人聽佢哋嘅盼望佢哋將來唔好沮喪，唔好失去信心就算係喺好多嘅環境好多嘅被擄裏面咧第16節耶和華自己親口講話咧，我暫作他們的聖所好啦，今天我哋咧就停喺呢一度啦感謝主。